Hello，歡迎大家又返到嚟正能量不專業英評啊！yo，浩南哥啊，又係我啊！今日同大家睇嘅電影呢，與其話佢係一套恐怖片，我覺得佢係一套懸疑片多過恐怖片。冇錯啦，今日同大家睇嘅電影呢，就係近期都非常之多嘅聲音討論呢一套嘅電影嘅一套遊戲改編嘅作品啊！8號出口。喂，攬定你哋嘅零食，斟定你哋嘅汽水，準備好未？我哋又一齊睇戲啦！歡迎你哋返到嚟正能量不專業影評，又係我唔係姓陳，亦都冇江湖味嘅浩南哥啊！電影開場之前都有預告啦，喂，不如俾少少時間我同你哋講少少嘢啊！我呢個 channel 呢就好任性嘅，基本上就針對住一啲我鍾意嘅電影，特別係一啲嘅亞洲電影，例如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等等嘅電影，做一啲嘅不專業影評。喂，如果你覺得我呢一條影評啱聽又啱你心水嘅話，不如嗱聲俾個 like， 再撳埋個 subscribe， 記得響埋個鐘仔，咁你下個禮拜就可以搶先睇。更加唔介意嘅話，喺樓下留言區留個 comment 俾我越嚟越進步啊！如果咁唔好彩，你覺得我嘅影評唔啱聽唔啱你心水嘅話，撳翻上一頁離開得㗎啦，唔使屌㗎。不過如果你要屌嘅話，你隨便屌啦，唔怕你係 hater， 最怕你係一個鳩噏爬啫。嗱，咁不過循例咧都要講聲嘅，我嘅影評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劇透嘅。如果你唔想俾人劇透嘅話咧，建議你去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咁就萬無一失啦。我條影評咧就一定喺度等你嘅，但係你想睇嗰套戲咧，可能隔幾日啫咧就落咗話同你講拜拜㗎啦。所以建議你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啦。如果你怕俾人劇透嘅話，好，事不宜遲啦，都係唔好聽我廢噏咁多啦，我哋即刻進入影評嘅部分啦。相信大家都好清楚㗎啦。8號出口係改編自日本恐怖遊戲8號出口，電影係由川村元氣執導。喺唔少遊戲迷嘅支持之下呢8號出口喺日本嘅票房大收，喺香港都成為咗影迷間嘅話題。唔少觀眾除咗大讚電影充滿沉浸式體驗之外呢，仲有好多嘅信息帶走喎。唔知你又覺得係點呢？我哋一齊繼續睇落去啦。8號出口嘅故事係講述由義工和也飾演嘅普通上班族誤闖地鐵走廊，發現咗自己被困咗喺無窮無盡嘅地下世界。要成功逃走，就只可以根據規則，遇到異常就即刻回頭，冇異常就繼續前進嘅呢啲規矩，直至揾到8號出口為止。但係每一次嘅選擇背後都藏住令人毛骨悚然嘅真相。佢更加遇到唔同嘅途人，包括詭異嘅大叔、唔開口講嘢嘅小男孩等等，誓要同觀眾一齊發掘真相同埋逃離呢一條嘅結界走廊。唔少觀眾呢都大讚呢一套嘅電影，雖然只係得一個場景，但係正正就係呢個唯一嘅場景，令到電影充滿咗沉浸式嘅體驗。好多觀眾都好似置身喺8號出口咁樣。當然啦，呢一樣嘢絕對係歸功於今次嘅導演川村元氣。我自己就好期待今次川村元氣嘅執導作品啦，因為川村元氣係近年不論電影界、動畫界甚至小說界都係日本一個跨界別非常厲害嘅人。除咗本身係導演之外，川村元氣本身仲係一個電影製片人，甚至參與咗好多電影策劃同埋製片。佢處理過嘅電影包括《告白》、《惡人》呢一啲已經去過好多國際影展參展嘅電影，仲前後參與咗2套哆啦 A 夢嘅大電影，甚至新海誠3套大熱嘅電影，包括《你的名字》、《天氣之子》、《鈴芽之旅》都係佢做策劃同埋監製、企劃同製片。所以我自己就好期待今次川村元氣嘅執導。果然川村元氣冇令我失望，佢為電影賦予咗更加多嘅意義，並且向原作致敬。但係亦都有觀眾認為8號出口故事重複、驚嚇度不足等等，引嚟電影評價不一。但係作為非遊戲玩家嘅我自己都確實認同電影嘅優缺點非常之明顯。但係佢的確係一次有心思嘅改編嘗試，但又未去到唔睇唔得嘅程度噃。一開始就講過啦，8號出口係改編自日本同名恐怖遊戲，玩家喺遊戲裏邊被困咗喺車站，要不停發掘車站內嘅異常細節，先可以成功逃離8號出口。期間當然會發生一啲恐怖詭異嘅情節啦。
令到玩家邊解謎邊承受被嚇嘅心理壓力。本來呢個 game 就冇故事可言，但係要改編成真人版電影，故事就非常之重要啦，亦都同時成為咗編劇嘅艱巨任務。所以當我知道8號出口係由川村元氣執導，我自己就非常之期待。果然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川村元氣係冇令我失望。即係頭先都講過啦，8號出口呢個遊戲本身係冇故事可言嘅。如果你要夾硬塞一個故事俾佢呢，就同時會令到呢套電影非常之鬆散。所以我真係好佩服呢個導演可以將一個冇故事嘅遊戲賦予咗一個咁有意思嘅故事俾呢一套嘅電影。而8號出口電影嘅厲害之處呢，在於為男主角賦予一個背景故事，而且佢係一邊喺站裏邊逃生嘅同時，佢亦都發掘咗自己生命中決定嘅對錯。佢因為收到由小松菜奈飾演嘅女朋友嘅電話，得知自己將做爸爸，但係同時女朋友亦都決定想墮胎，令到佢猶豫不決。最終喺車站裏邊，佢同小男孩嘅遇上同埋經歷，都令佢反思到自身嘅抉擇，同埋俾佢了解咗生命嘅重要。而喺8號出口入邊嘅小男孩呢，網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聲音解讀，去解釋呢個小朋友究竟係乜嘢。一方面嘅聲音係意指義宮和也即將出世嘅小朋友，另一方面嘅聲音就係話呢個小朋友係代表我哋嘅下一代，因為上一代所做嘅任何決定都會影響到下一代嘅結果。而我自己呢，就偏向似義宮和也即將出世嘅孩子呢一個解讀嘅，可能係加埋小男孩送俾義宮和也嘅嗰個貝殼護身符，所以我自己就偏向呢一個嘅解讀多少少嘅，係再加埋電影入邊嘅驚嚇情節，就好似 Locker 入邊嘅 BB 喊聲啦，一啲變種嘅老鼠等等啦，我覺得呢啲全部都係等於義宮和也呢個角色嘅心魔。地獄？喺呢啲意義加成之下，8號出口就絕非冇意思嘅恐怖遊戲，而係一套帶有深度嘅作品，係令到唔少原作電玩迷感到驚喜嘅優秀改編。所以我自己偏向係覺得小男孩係意指佢即將出世嘅孩子呢方面多啲嘅。8號出口基本上還原咗遊戲嘅情況，就係同主角一齊困咗喺車站入邊，甚至只係一條走廊之內。8番出口から外に出ること。大丈夫。おじさん。大丈夫。おじさん。おじさん。大丈夫。大丈夫。おじさん。おじさん。おじさん。大丈夫。おじさん。おじさん。おじさん。觀眾之所以有沉浸式嘅體驗，喺開場嘅時候，導演已經用長鏡頭同埋第一身鏡頭嘅方式，帶觀眾進入呢個車站裏邊嘅結界。所以令到觀眾更加有沉浸感。由於故事係講述義宮和也呢個主角被困，而電影亦都確實大部分嘅時間呢，都令到觀眾置身喺同一個場景之內，所以就好似打機咁樣，觀眾係同主角一齊發掘種種嘅異常，同時受嚇。雖然電影已經加入詭異大叔、洪水嘅湧入啦、海報嘅眼睛會喐啦、病變老鼠等等嘅驚嚇位，但係如果單純以恐怖片呢個範疇嚟睇呢，就可能會令到恐怖片嘅愛好者會覺得有少少驚嚇度不足啦。恐怖片類別，尤其係擅長拍恐怖片嘅日本電影嚟講，氣氛營造十分之重要。例如要喺暗黑嘅環境探索有鬼怪嘅聲音啦，影中等先兆令到觀眾未見先驚。但係8號出口可能因為場景所限啦，又或者本身嘅設定冇太多嘅設置。驚嚇呢往往都係突如其來嘅，冇頭冇尾，所以呢一點對於恐怖片迷嚟講都係唔滿足嘅。但係主角喺戲中係一名身體孱弱、冇太多嘅責任感、一副病到死下死下嘅設定。義宮和也嘅選角可以話係十分之精準，至於表演上邊亦都非常之合格。但係講到演繹，其他嘅一眾角色亦都俾佢搶眼。就例如當中最搶眼嘅必定係詭異大叔河內大和，佢作為喺電影入邊嘅 NPC 角色，佢每一次嘅出現都好似係路人一樣，唔算起眼。但係其中一次嘅異常，佢就展露咗可怕嘅笑容，令人非常之心寒。8番出口から外に出ること。大丈夫。
おじさん大丈夫おじさんおじさん大丈夫大丈夫おじさんおじさんおじさん大丈夫おじさ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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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而且編劇都冇睇輕呢個角色，特別將佢本人嘅視點都放咗喺故事入邊，令到觀眾理解佢喺車站入邊發生嘅事。原來呢個大叔亦都好似主角一樣，其實佢都係一個普通人，亦都嘗試離開呢個出口。私もう死んでる。但係最後佢失敗，就成為咗呢個 NPC 啦。其實呢個設定係非常非常之有趣，亦都冇諗過導演可以幫 NPC 嘅角色賦予咗一個咁有意義嘅故事背景。另外，飾演二宮和也女朋友嘅小松菜奈，雖然出鏡率非常非常之少，但係都足以令到人哋感受到佢嘅情感，同內在嘅男主角形成非常之大嘅對比。而小男孩淺照成非常非常之可愛，佢亦都成為咗男主角嘅良知同埋提醒。最後二人結伴同行，男主角甚至不惜一齊拯救小男孩，亦都係電影之中意料唔到嘅動人情節。頭先都講過啦，8號出口嘅遊戲本身係冇任何嘅故事設定嘅，但係電影嘅改編添上咗好多有意思嘅新元素，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改進。但係我自己就有啲覺得可惜咧，就係佢欠缺咗緣由解釋。譬如男主角點解會闖入咗呢個結界呢？又最後點樣脫離得到呢？呢一類闖入異世界嘅故事嚟講， Netflix 劇集《今際之國的闖關者》就完整得多啦。旅をする夢を見た気がします。而去到電影嘅結局，導演特登嚟個首尾呼應，係個非常之好嘅設定。一開始男主角對車廂裏邊無啦啦俾人鬧嘅阿媽不聞不問，塞住隻耳仔玩電話碌電話就算啦。但去到結局，佢決心要為媽媽出頭，正正就係回應咗佢被困之後嘅轉變。總結嚟講，電影有人好鍾意，亦都有人有反對嘅聲音。但我自己覺得8號出口今次嘅改編呢，的確係一個有心思過兼且誠意十足嘅改編，起碼提醒咗我哋喺呢個資訊科技非常發達嘅年代之下，我哋唔好淨係掛住碌手機，唔好淨係掛住塞住隻耳仔，唔去留意身邊嘅事物，多啲留意身邊嘅事物，多啲關注下身邊嘅人同埋事。而如果你本身都係8號出口嘅遊戲粉絲，就更加要入場支持下呢一套嘅8號出口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今次8號出口喺正能量不專業影評裏面得到嘅星星推薦值係有嗱，即係咁好戲咧係值得支持嘅。咁呢一套戲中等等咁樣，你自己決定入唔入場啦。我就覺得好值得支持嘅。如果你都覺得值得支持，你都中意呢套戲嘅題材，就快啲入場支持啦。而截至到今日2025年10月1號，8號出口喺 IMDB 網絡電影資料庫嘅評分呢都唔低嘅喎，係有。雖然8號出口嘅評價非常之不一，有好多觀眾可能會好中意，但係有好多觀眾就會覺得哇好悶，唔知佢做緊乜。但我自己就非常之喜歡8號出口呢一套嘅電影啦。好似頭先咁樣講啦。我好佩服川元氣可以將一個冇故事嘅遊戲賦予一個故事背景俾呢一套嘅改編電影，其實係一件非常非常之厲害嘅事。所以我自己就非常之喜歡8號出口呢一套嘅電影啦。希望你未睇呢一套嘅電影嘅話，唔好咁快判佢死刑啦。我相信睇完之後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感受帶走嘅，亦都會有好多嘅意思帶走嘅。不如咁啦，睇咗嘅觀眾都不妨喺樓下留言區話俾我聽，你中唔中意呢一套嘅電影？你都話埋俾我聽，你究竟 get 到啲咩走啊？我哋一齊討論下，好唔好啊？好啦，我哋下套電影再見啦，拜拜。